是公求了，这个是的学堂，因为你这个漂亮，你这不些是学艺。你这了呀，人民这手机，那像那不是那什么呗，是用手把不让把，给完路上这个车，车把拿了给学艺。就是说，不让把台湾老师们这个桥档，帮这个呢，给那些什么，那么那个厂嘛，来呀，厂的学堂，那个这个青州讲的来呀，我的初中的厂面厂区些呢，成绩这些地方推荐社学。